而且依然随真诶大家变哈，抱着非常感恩的心，感谢上天降的赐阮，咱做事的丰足，慈孙慈母，老老大日大恩大德，老老生年好大喜事。咱今年念完书，各位姊妹才考试栽培，咱就哈有学习了完的机会，咱就哈吼非常的在所发现，要来讲解这经典的物件，也是有所不足。但是呢，担着这个责任吼，嘛袂使讲咱含慢，咱就来提示，毕竟咱大家拢是咧学习，所以讲嘛是爱起来咱就哈本来就。拄则坐伫下底好势好势，太，讲书是落来了咱就较个心中皮肤跳愈跳愈紧啦。所以讲要徛到遮这压力实在是非常的大。咱就拄则要起来进前就甲咱情绪讲书甲张妈妈讲张妈妈，咱就踮去后壁压力够大。今日咱大家听张妈妈遮尔精彩遮尔精彩的解说了咧，咱就这在所发现，经验都不足，勇气嘛不足的要踮伫后壁要讲这心结实在是安尼非常的难。但是咱就抱着学习的心，甲咱所了解，咱随真的做要来做一个分享。咱今仔日咱念的是30章周述章。要讲进入咱的主题进前咱就进前咱就妈妈，但不是就会甲咱看爸爸的相片就定甲咱就爸爸讲你有够的。看着爸爸的相片，甲爸爸相片讲你有够的呢。你生囝大拢有够厉害，有够优秀，你还会遮教囡仔还会遮够教安尼啦咱其实安尼是毋是间接咧报咱家己毋是咱毋是报咱教啦伊就是讲比较起来还可以啦就讲咱遮个主路是安怎互咱士大人会感觉讲足优秀足赞的，因为呢咱有照着士大人的愿望落去家己行。咱有照着士大人的愿望去行的话互咱士大人会感觉讲这囡仔真正优秀。像咱即摆才遮咧讲，咱楼顶有公益班，真拄好的公益班的即节课是咱弟弟担任的所以讲，即种的经验无怪讲咱妈妈会安尼讲，这就咱伫咧中药，咱之前嘛有读过，其中一种咱就袂记是倒一种内底有讲着武王周公伊大孝义，敢有印象？咱上逐班拢有来，应该有印象嘛讲着武王交周公伊是大孝。孝的上界悬的标准做到上界好就是武王交周公。那是安怎武王交周公伊是孝德做了上好呢？后壁讲因为呢，夫孝者，善继人之子，善述人之师者也。孝上界一般就是你有法度，甲你士大人的志向，甲伊传落来。你有法度甲伊的未完成的代志，甲伊继续来做落去，你做甲上界好，这是真正的好。武王交周公，因为爸爸是啥？文王嘛就是甲文王遮个节性遮个志向拢甲伊传落去，所以孔夫子讲伊是一个大孝。咱学经典呢，咱就是要学习圣人的精神，学习伊是安怎做的。所以讲，咱读着这，咱嘛爱讲，要听孝德。咱应该上界仁德要圆满，上基本的就是爱孝德。孝德大孝，咱要学孝就是爱学甲上一般嘛所以呢，就是爱学武王交周公的大孝。所以呢，咱其他就是大人爸爸未完成的，爸爸的愿望咱当然是爱家继续落去所以呢，就足幸运的是大人做伫头前互咱看，咱条条对咧行。咱就感觉家己足幸运的因为呢，是大人已经甲路铺好咱这二代咱二代对咧行就好咱后壁要做啥？甲三代甲带出来，那就是传承嘛。所以讲，咱今仔要要讲叫做周述。咱的中药来到后壁，咱发到后
来30几种开始吼，足侪拢咧赞叹咱空无主，吼，诸子无主开始咧赞叹咱空无主的伟大，空无主的德性有偌悬。那空无主，伊家己自信家己哦，伊讲伊家己吼，毋是足傲的，伊是顺义不足。咱论语内底有讲嘛，伊讲伊是顺义不足，伊所讲的、所做的，拢毋是家己创造出来，拢是有根据的。所以在咱30种内底，就是讲着祖训。伊的根据是啥？伊的根据就是引进前的圣经所流传落去的吼。所以有一道啊，释讲吼，伊就问主罗，伊问主罗吼，伊就是甲主罗问讲吼，啊，恁老师，哦，恁老师就是空无主嘛吼，啊，恁老师是啥物款的人？啊，但是主罗互伊问了，毋知影要哪甲回答啊，所以就无甲讲。啊，空无主了，知影了呢，就甲主罗讲啊，你哪会无甲伊讲吼？啊，我老师就是迄种吼。发愤忘食啦，吼，就是讲一拍拼起来，就毋知影通食饭啊啦。就一认真读册吼，一认真拍拼，就毋知影通食饭啊吼。啊，乐以忘忧吼，喺一个欢喜当中吼，拢毋知影忧愁啊吼。不知怒之足之意啊吼，不知老师将至于何？恁老师就是即种的人吼。啊，所以由此咱就知影讲，空无主自称伊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客的人。啊，遮尔好客的人吼，无怪咱咱作为圣人啦。啊，咱若讲吼，在咱道场内底，一直讲咱爱好客、爱学习，咱的精神拢不足，吼，拢无够，所以咱学习来好客，吼，一代圣人是遮尔好客来的。啊，咱毋是圣人，咱是凡夫，咱智慧也无不足，咱若无透过学习，无透过好客的话吼，咱真正是。愧对啦吼，所以真正爱好好来研究，好好来学习。好，啊，咱来吼，要进入咱的本文。拄则咱29种吼，文章真长，啊，就较即种吼较短，啊，就较就感觉足奇怪吼，害逐人安尼照论的哦，照论照本哦，啊，咱就较拢分着要问一个短，啊，足奇怪吼。可能咱就较含慢哦，袂晓去解释遐尔啊册文哦，啊，所以拢分着较短的文章共款。啊，咱共款哦，来带读一下吼，因为咱加10分钟吼，加10分钟吼，其实足侪爱讲足侪话哦，啊，所以咱就较吼来甲咱带读，咱各位真很对咱就较念，啊，但是咱就较拄则吼，袂去静音吼，啊，等下带了毋对吼，啊，盼望各位真很多多包涵。啊，就较念啊遐，各位真对后壁念吼。中年祖述尧舜。中年祖述尧舜。片中文武。片中文武。常律偏时。常律偏时。下实水土。下实水土。譬如天地之无不其在。譬如天地之无不其在。无不福德。无不福德。譬如数习之策言。譬如数习之策言。如日月之大明。如日月之大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传流。小德传流。大德敦化。大德敦化。处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处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安尼尔，一页尔啦吼，咱拄则读3页，哦，袂3页4页，啊，就较1页尔。啊，平90分吼，啊，人3、4页讲90分，咱就较1页要讲90分，所以真正是吼爱调整，咱就爱讲较侪话吼。啊，所以咧，咱就爱即摆咧。进前讲咱足紧的，啊，讲足紧足食开吼，爱讲愈侪话，啊，所以咱即摆吼爱学习讲较慢的，吼，讲较慢仔讲的咧，咱减讲足侪话。好，来，咱吼开始进入本文哦。吼，中年祖述尧舜献中文武。吼，咱拄则下好甲咱讲哦，咱孔夫子伊是一个非常好客的，伊讲伊所教。拢毋是家己创的吼，拢是顺而不足。那顺，伊到底是顺啥物物件吼？伊是去参考啥物？去讲啥物物件啦？就是
周顺尧舜，伊所讲的就是讲着尧舜啊吼。周顺吼就是讲伊讲较早，讲古往的古之道嘛吼，拢无离开古早圣人的道啦。啊，伊就是甲古早圣人所传的、所教的，照我所了解吼，做要讲出来，互大家教大家尔啦吼。啊，尧舜吼，咱今仔就要来介绍即两个人吼，咱应该拢捌啦吼。尧舜，咱定定听过尧天舜日。历史上地理甲上介好的，就是尧帝、尧舜帝。迄个时阵啊吼，政治治甲有够好，人民百姓拢安居乐业，为国家吼足和平的，所以大家称作尧天舜日。吼，代表讲哦，地理甲非常的好。啊，咱拢知影讲吼，尧帝、尧舜帝吼上有名就是禅让政治嘛吼。尧帝甲地位传互舜帝，这咱了解。咱除了这以外，咱对尧帝、尧舜帝敢有认识？敢若嘛无介清楚啦吼。啊，咱就安尼就简单啦吼，讲一点仔因的典故。咱尧帝吼，伊阵做帝王了后呢，伊第一件代志，伊所要做的第一件代志呢，就是开始去制定立法。立法吼，伊讲吼，咱百姓吼，咱若无一个规律，无一个法则的话吼，咱百姓无法度尊重，所以呢，伊就官篇制定这个立法吼，互咱有一个遵循的所在。所以伊第一件代志要制定立法。啊，制定立法了呢吼，互咱这是一件足大的工程啦吼。若毋是圣人无法度做的，咱拄则前面有讲啊吼，毋是圣人啊吼，无法度做去三中呢。义礼制度要考文，啊，就是咱尧帝有法度吼，因为伊是一个圣王嘛吼，所以有法度去制定这个立法。咱制定了呢，伊第二件大代志要创啥？伊讲吼，我这制定了，爱有人推行，啊有人去管理啊，啊所以呢，爱啥去推行，啥来管理，是不是爱有帝王，爱有大臣来去做这个工课？所以呢，伊就爱选官，哦，选一寡代志啊，选一寡好的。那伊个伫个时阵啊吼，伊毋是一人独大吼，伊咧开会吼，伊咧讨论代志，拢是四方的领袖吼，四方的领袖吼，大家做伙坐伫桌仔内底来讨论来推荐。哦，我即摆要选什么官啊？大家推荐呢？哦，啊，所以有一道尧帝伊就要选继承人啊。讲啥物人咱来接伊的位嘛？啊，互遐个领袖吼，大家来去推荐。啊，即摆人就家己推荐讲，因后生，尧帝因后生，咱尧帝讲袂使，阮后生吼无够精神，吼诚心不足，诚心不足就无法度对天地吼，因为天地是至精至诚的，所以感觉因后生精神无够，所以袂使。啊，人去介绍，去推荐一个公公。啊，尧帝讲，这公公这个人啊，吼，巧言令色，吼，啊，思想不正，吼，无敬上天，袂使。啊，所以人咧推荐，咱讲袂使。哦，啊，即摆咧水灾，吼，咧水灾要派上来治理，吼，啊，人咧推荐上，推荐武帝因爸爸啦，吼，吼，与鲧啦。啊，这尧帝就甲讲，鲧这个人吼无袂使，感觉能力不足，足侪无害，但是呢，代志拢安尼家己推荐啊，伊就讲啊无试看卖啊，叫个演高当啊吼，有影无袂当演得着。所以由此可见，咱尧帝咧选官，伊的标准是啥？真是敬顺上天，真是遵循天地天道啦吼。你若违背天道的话，即种人袂使来做官，袂使接伊的位。所以到了尧帝足够啊吼，伊在位70天的时阵啊吼，伊就讲吼，一定爱选一个继承人。啊，所以呢，就叫遐领袖大家吼去推荐，就伊就甲尧帝就甲所有领袖讲啊，恁啥物人有法度来接我即个位啦？吼，你在座的有啥会当来接即个位？咱所有在座人都讲吼，我们不配啦，我的德行无够，阮无配来接即个位，我们不配。那既然不配，那要安怎？啊无你推荐啊，你会当伫咧百
姓吼，伫平民内底去推荐我有权利的人。啊，但是讲，我听讲有一个人在民间叫名，这个人叫做孙。那伊的有名是啊，听讲吼，伊对伊是大人非常的友好。那顺地故事咱就知吼，大校嘛吼。那伊爸爸对伊无好吼，有够无耻的，啊因后母呢拢甲苦毒。伊的小弟吼，若对伊有够歹的，因兜无一个人对伊好，全部人拢对伊苦毒虐待陷害。但是呢，这个顺对因兜的人一点仔怨言都无，佮照常孝敬伊的是大人，友爱伊的弟弟。那姚丽听听讲，这个人我嘛有听过，但是吼爱来考验看卖影，吼爱验证啦吼，爱看是毋是真正遮尔好啊。啊，咱讲咱姚丽安怎验证？伊甲因两个查某囝嫁互伊，咱讲有遮好哪？要看这个人好无吼，甲我甲伊查某囝嫁互伊呢，嫁互伊要创啥？看姚丽免甲有法度治家啦，家是根本嘛吼。你家若治会好，你治这个国家才有可能。你连一个家你都治袂好，更何况要治一个国家？所以甲两个查某囝嫁互伊，了呢，佮派伊9个后生，吼叫伊斗阵啦，做伙处理代志，就是要监督。哦，要暗中监督，看这顺啊吼，敢是有影遐尔好。经过因查某囝、因后生，佮伊的做代志去甲看吼，真诶是无简单。顺地这个人吼，开始是无简单，是一个足优秀的人才。咱顺地去第三伫遐咧耕种，去到遐吼，伊就咧甲好的土地让互人嘛。迄所有人拢会感动，所以在迄个所在，每一个人拢会自动甲好的让互别人。那伊到尾去一个渔猎伫遐捕鱼，那伊捕鱼嘛是共款咯，甲好的拢让人吼，即较侪鱼仔即苦的让互别人去捕鱼。啊，在迄个所在，大家人搁去有感动吼，大家拢有即种的德行，大家拢做即种的动作，袂去相抢。啊，到尾啊，伊搁去一个所在吼，去制作陶器，咱敢知影顺利，伊就讲制陶，伊做陶器足有名，足水的。啊，伊去到迄个所在，教遐个百姓安怎制作好的陶器，真材实料，搁好用，搁俗安尼。啊，所以讲窑地大个所在，一冬吼，伊就变一个庄；两冬伊就变一个顶；三冬伊就变一个都市。大家拢互伊德行所感召，所以经过咧考验了呢，了地感觉讲顺真正无简单，到尾仔呢，就甲地位传互咱顺地。啊，所以咱来看尧舜，伊就是做个啥？敬顺上天，尊敬天道。伊的德会当配天配地，下着天地之德。所以感动百姓，所有百姓只要互因治理呢，伊拢毋免做啥物代志，伊就无为之为吼，无为而治。百姓拢互感动，足自然而然的效法着因的德行去家己做啦吼。所以讲，尧帝尧舜帝，伊就是慈悲仁爱的精神，天下为公。无怪咱孔夫子一直咧赞叹尧帝尧舜帝吼，咱若中庸之节嘛有读过吼。为乎为天为大，为尧则之。好，咧赞叹尧帝，哦，真正是有够天下为公。所以咱孔夫子就是赞叹尧帝、尧舜帝，伊即种的德行，伊即种治理的方法，所以才会讲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是咱孔夫子的心内最大的一个目标，就是希望能够天下为公。啊，所以讲啦，伊就是效法着，伊就是了解着呢，所以祖孙尧舜，要甲尧舜即种的精神、即种仁爱、即种的精神，要甲伊传承落去。啊，所以伊咧讲的推行，咱孔夫子的中心思想就是仁，拢无离开着仁啊。咱后壁尧帝、舜帝较远啦吼，啊，搁来就是文王交武王。献忠文武，啊，就是讲搁较近诶，因为文王武王伫孔夫子较经常看吼。那来到文王武王呢，伊就开始制定礼乐诶制度，开始定一寡制度。咱拢知影，咱人心吼是愈来愈歹。
交咧顺利的时阵吼，人生搁较好，但是慢慢，咱人生就愈歹啦吼。所以讲，你爱靠一寡制度去约束人生。所以到文王武王的时阵呢，就开始制定礼乐的制度啦吼。所以讲，咱会发现讲，到孔夫子的时阵，伊非常的重视礼乐。咱拄则讲师有讲着吼，迄礼乐最重要的，无透过礼乐的约束，咱人哦无法度吼会晓欲望牵咧行。咱人吼讲无欲望是无可能的，咱人拢有欲望。咱当咱的欲望无法度满足的时阵，所以咱想看啊，当咱的欲望无法度去满足的时阵，咱会安怎？咱就会生气，咱就会不平，咱就会怨叹。咱到尾仔呢，搁较严重爆发出来呢，我得袂到我无法度满足我的愿望，那呢，我去抢，我去争，所以争斗的伤心。所以圣人了解讲这欲望的可怕，欲望是永远无法度满足，所以呢，来制定礼乐种制度来约束咱人的愿望、欲望啊，约束咱的欲望，咱的欲望袂使愈来愈大，因为欲望无法度满足咱人就会做歹嘛。所以爱透过着礼乐的制度来约束着咱人的欲望。所以这礼乐的制度安怎来？伊原是有根据的啦吼，拢是效法着天地一切吼，效法着圣人会所流传落来吼。以着人为出发点来去制定遮个制度啊，所以文王交武王，咱讲到这吼，爱再来讲一下文王交武王的变动吼，咱对文王交武王较了解吼。文王交武王啥物关系？爸仔囝吼，大家拢最了解，爸仔囝无简单吼，爸仔囝拢做文王，这无啥物特殊吼，爸仔囝文王这正常吼。爸仔囝做文王，这正常吼，因为较早帝王就是吼父传子嘛吼。但是伊个无简单的所在伫倒，两个拢是圣人，无简单是两个拢是圣人吼，明君啊。咱文王，咱就知吼，文王一个足有名的故事，这个于瑞之颂，咱有听过吼。较早两个细国啊吼，一个虞国，交一个芮国。伊两国是小隔壁就对，但是即两国吼为着产地，就讲你的国家甲我的国家接近嘛，咱中间是有界线，就讲为着这界线吼，你偏我偏你咧吼，也无袂平啦。我一开到遮，就是讲无爱较过吼，两个就伫遐袂平，就一直为着这界海伫遐咧争啦。有人就甲讲，无你去请教迄个文王，迄个时阵文王袂做王的，但是呢，伊的德性吼，传遍全国九州啊吼，所有人拢听着文王这个名声，叫伊去找，讲伊的德性够好，你请伊甲你判断啦吼，请伊做一个公卿就对啦。两个就好，两个国君就去找文王，行到伊的文王伫迄个所在吼，拄入到伊的所在了，拄入去就发现讲，哎哟，所有伫遐种田的啦，吼，逐个人拢互相让呢。我的田吼，拢让我互伊，伊嘛让我互伊，结果咱互相让是一个会变露出来啊。我就讲，哎哟，遮人吼，惊咱无共款，咱是互相争，爱遮互相让。继续行，搁较入到因的都市入了，呢发现啥呢？发现，遮无共款哦。伫个都市咧行的吼，乾坤分开行，天道行一边，坤道行一边。而且呢，老人吼，拢无咧换重的物件，迄重的物件拢少年人咧摕。我看到我这景象吼，跟国家无啥共款。佮继续行到因的迄个条顶吼。看到人要上吊吼，遐个做官要上吊呢，看到书会去让大夫，做大夫的呢会让迄个卿，官阶不同啦，身份迄个官较悬的，调较低吼，迄官位较低，拢自动让互较悬的啦，逐个吼足主动的，因看法吼，感觉讲吼，咱实在是吼足见笑的。
人来看遮未看到舞动咱就看到因内底百姓啦，因迄做官大家拢互相礼让，拢无咧争斗。咱若为着这细项的这产地问题，咱敢好意思去摇着这个文王啊吼？所以咧，因两个讲阮看到遐足见笑，两个就讲好啊，咱卖争啊啦吼，卖争啊啦，咱来转来啊。咱去找伊啊，咱甲看，即件代志就无去啊。两国相争，两国若相争处理无好势的战争呢，结果咱甲看，无同连出面就无出面吼，就避免一场战争。所以讲，伊是一个足有名的故事。啊，这是安那样文王伊的德性，伊的德性的感召，互伊的百姓在伊这种德性的治理之下，每一个人大家拢下着这礼仪行出来的行为，是会互人看到就感动啊吼。所以这是武动加武王，武王拄则咱学校讲，达孝，非常的友好，孝顺足有名啦吼。所以文武，咱甲看，真德做了好，伫你国家嘛做了非常的好啊。所以讲不愧咱孔武术一直咧甲因赞叹。所以讲啊，在伊这种制度之下，会当互百姓大家拢各己其位，各守其职，每一个人。拢守住你家己的本分，吼！你是啥物身份地位，你就做你这身份地位该做的代志。逐个人吼，拢安守本分，而且呢，每一个人可以当顺着每一个人的个性、每一个人的本质去发挥，所以每一个人拢当各得其宜。天生我材必有用嘛，吼！伊袂去压制着每一个人的才华，吼！你每一个人拢当顺着你的本性去家发挥，所以讲，在文王、武王治理的时阵，迄国家嘛是。非常的安乐，迄是到尾仔吼，迄渐渐咧败坏的时阵吼，爱产生足侪个问题吼。所以讲，在尧帝、舜帝、文王、武王的时阵吼，治理之下，国家非常的好，所以咱孔夫子拢赞叹。伊咧讲的，伊咧传的，就是传遮个信义，伊这精神。咱咧甲看，遮个制度，遮个礼节，伊背后有伊的精神。咱咧学，毋是学即个表面上，咱咧学的是学伊背后的精神。咱来到孔夫子迄个时代，就是人诶，拢失去即个精神，拢学表面，所以迄个时阵诶，礼节渐渐咧崩坏无，礼崩乐坏，逐个人拢做表面诶功夫，所以孔夫子感觉讲袂使，一定爱恢复，所以还真诶积极。去自由的国，咧讲道德选真理，就是希望讲，甲咱每一个人的内在即个真理道德甲唤醒，吼，毋通去注重表面上的功夫，而是爱去找着内在即个精神。所以讲，咱甲看即两句，其实孔夫子所讲的，拢无离开着圣人的精神，拢无离开精神哦。伊所教遮尔啊济吼，拢无离开着这道体。所以讲，咱嘛是爱效法啦吼。所以讲，咱就照着咱师尊甲咱讲，修道，咱若修表面，无精神做依随，路行袂长。这确实有影啊！咱若讲要对人修，吼，看到这个空体怎啊食，安对看到对看会对咧较旺无吼，迄到尾袂久长。咱若无了解内底的精神，吼，你看表面的话，拢行袂久。所以咱常常拢看到咱道中遮足一个老菩萨吼，足钦佩。这个老菩萨吼，迄逐班吼拢出来咧护持，而且拢无话无句，拢定定做，拢定定就坐伫遐吼，该出现就出现啦，吼，该做代志足主动，拢有人排，而且人袂去讲是非吼，咱就感觉讲，遐老菩萨真正就是精神，了解道的精神是啥？咱毋是讲吼爱看足厉害、足高讲道理的迄吼啊对对啊，迄拢毋是啊，像咱现在这吼，迄种靠一支喙的，这其实头做个足重的，因为讲较简单啊，做较困难，真正是做较困难。要咱真正会当讲会到、做会到吼，确实是吼，搁较困难。这其实嘛是咱现在咧学习的所在。如果讲会到、做会到。安尼就拢毋敢起来再讲嘛，嘛袂使啊。所以讲爱学习，尽量尽量学习。所以讲，咱老师就是看着咱足侪遮个道义修道，拢是咧看表面，拢对人修，看道场的大小，看显化，
我顺流动静，这拢毋对，所以讲袂使，一定爱找着精神，爱找着道的精神，找着前辈者因的精神，是安怎前辈者有法度安尼愿意为道付出奉献，毫无怨言。咱毋是呢，咱做就开始埋天怨地，就开始埋怨啊，然后一边了怨一边埋怨，咱就足侪不平，因为啥？因为咱了无着精神。咱毋知影前辈者付出的用意是啥物，咱拢看表面，所以安尼行袂久，路不长。哦，老师佫讲，若无时时感念前辈的精神，道理又如何效法之？若无前辈的骹步为准则，道理又如何行得开？所以讲爱时时去感念前辈者因的精神。所以讲咱道理是安怎？每一个工书徛在台顶，第一件代志一定爱先感恩，感谢上天降道是有，感谢咱前年辈的付出，才会牺牲奉献。因为安那，互咱了解前辈者因的牺牲奉献的精神伫啥物所在，咱爱效法伊的精神，知影伊的精神，咱才有法度有一个效法的目标。咱要顺，爱有目标嘛吼。咱若无目标，咱要哪做？就像咱个哈，哦，厝内底有佛堂。去佛堂，咱要献香，献香吼，是毋是爱整理嘛吼？爱整理，咱是爱平八卦路。咱定较进前吼，迄几工吼咧平路，就感觉袂顺，平奇怪。照讲平了吼，路就足平，啥安尼画落去了吼，发觉讲拢袂平，拢会佫一条顺出来。什么原因咱敢知？因为迄个平路迄个。病吼有病啊，伊有瑕疵啊，伊有一个垃圾物仔掉伫顶悬啊，所以咱这个标准，伊本身就无病啊，咱摕这个不病的这个病，要去甲伊病，敢会病？咱就较毋是咧绕口令啊吼。本身要病路的这项工夫，伊本身也无够病，你所病出来这个路敢会病？袂病。所以讲这个时阵呢，咱就爱先甲伊的垃圾。佚佗掉了吼，互伊光滑，互伊拢平了，佮磨一遍，路就足平啊。所以共款，咱要依顺的，如果讲伊若无正确，那安尼咱所做的才会正确，就袂正确。所以讲柔顺其实足重要。咱要说啥物？咱的定位是啥物？咱是以啥为目标？以啥来效法？所以，咱老师来讲，爱感念前辈者的精神，因为伊是互咱效法的。咱爱对着前辈者的骹步，吼前辈者是安怎行，甲圣贤是安怎行，咱对伊的骹步行。咱伊若要行伫头前，咱毋知影要安怎行呢？就是咱了哈，如果讲咱的时代若无行伫头前，互咱对，咱可能即摆嘛咧无想，毋知伫倒咧起歌。所以讲真正。前辈者的骹步是咱的准则，若无遮的精神，无遮的准则，咱无法度效法，咱行袂开骹。所以讲咱效法的是伊背后的即个精神吼。所以老师讲，踏踏实实的修道，真真切切的了愿，厝当中精神投入上重要。这个精神是上太重要的。咱毋通讲吼，有班入班。第一开来吼，对来入班，等于第一个放嘞，佮开始输弄当中。时间到，第一个客就过来入班，班班到不是呢，班班精神都没有投入，安尼敢会行？问号，问号呢？所以讲咱下骹有时看到这吼，感觉足惭愧的，因为刚刚咧讲咱下骹共款哦。班班到对啊，逐班拢参与有对啊，但是咱。参班的这个过程内底，咱精神到底有配入来无？咱的心到底有投入无？这才是上界重要的，毋是讲互我出来才互人看，互人看我有来，甲身份报着讲我有来入班咯，安尼表示讲，我今仔完成我的功课啊，安尼对吗？家己咱大家爱思考看卖遐吼，所以讲遮来讲，咱爱效法着伊个精神吼，毋通只是看着这个表面。那尧帝、舜帝、文王、武王以及咱的孔夫子，其实因所根据的是啥物？因有共同的一项物件啊，
就是上律天时，下是水土，观天发地，后天发地，看天地运作，就了解咱人要安怎做，要安怎去头发。所以咱下拄则一开始就有讲，讲咱尧帝伊做帝王第一件代志，就是爱制定立法啦。爱立法安怎来，就是上律天时，下是水土来。看到天的运作，看到地面啊种种万物，看到这一切拢有伊的规则，拢有伊的规律啊。咱若这个规则、这个规律若抓会到的话，那安尼咱人，咱就有法度去运作，要安怎去做，啥物时阵该做啥物代志，咱会甲用咱这个心，因为咱若啥物时阵时间毋对，咱去甲种了毋对的物件，迄是真种袂活的。咱好学的婆婆爱即摆伊就会有兴趣要种一款有诶无诶啦我种一款，讲有诶无，因为实在是乌白种。所以你看着就去种啦就拢一骹一骹安尼种啦即摆呢就毋知爱种啥，就去买迄菜材啊也是要种子诶，就去甲问，甲迄头家问即摆来是爱种啥？即个时阵爱种啥物？爱种着时啦，你若种毋着时迄拢袂活，真正。毋对的时间你甲种迄就是袂活，袂富就是袂富，袂生就是袂生啊所以讲，咱若无了解，咱对这天时的运作无了解，咱种的物件就无合，伊就袂生，咱就无法度顾咱这个身躯。所以讲，这种重要的。先你了解，所以一定爱制定出来，咱人有一个根据，有一个依循会当用咱这个心。再透过这个制度不只是用咱的理想点，还用咱的心，咱的心有一个遵循的目标。安尼咱这个人生才是一个真正圆满啊！所以讲，伊拢是做上律天时，下是水土，效法着天的法则。天敢有法则，天敢有规律，有嘞。天的运作有无是安那天遐尔一个天星袂乌袂走，袂乌袂落。太阳、月亮这个天星逐粒拢在伊家己的位置，逐粒拢照伊的规则咧伫遐运行。如果天若无规则，这逐个人逐个星拢乌白，我爱安怎走，我就安怎走，安尼定定话咧卫星撞地球，就是无嘛就是因为伊拢照因的规律咧运转，所以咧相安无事，拢无代志。所以讲上爱好着天时的顺序变化，啥物时阵咱来看迄事实的变化，在后壁咱来讲着所以就自然的运行。那向下呢，就爱学习水土水土有一定的道理嘛地伊会当中央万物。那伊中央万物嘛是爱配合着天的，天地有咧配合的呢，敢是安尼？地面的一切拢爱配合着天，所以咱来看有潮起潮落，初一15号就是有涨潮，地就时间到伊就要有所反应嘛所以讲天呢其实有咧对应的，所以水土有一定的道理。伊这个道理会无共的所在，会中央无共款的万物，所以呢，伊的道理会当调和万物的特性，调和万物啦所以讲天时交水土这个道理啦咱人会当去来观察，所以咱来发现讲，较早圣人像咱佛道，拢是夜道明星，即个圣人拢是观天。观地，到尾在天地当中去悟道，有够侪拢是看天地而悟道的所以讲咱人，共款爱知影规律。咱人若无规律，天下就大乱啊！咱早起前面就有讲咱人若无规律，就拢要追求自由嘛自由之下是不是会乱？真正就乱一定要有限制。自由是有限度的啦这个自由的限制其实就是咱良心的限制靠外在法律其实都无够，上大限制是要靠咱这个良心的限制。
所以讲这重新来限制是一种规律啦。咱若无规律吼，咱无法无天。所做的代志，就是吼是无法无天的吼。啊，天若无照天理呢，人若无照天理吼，天就无照大气啦吼，咧灾祸就来啦。所以咱看遮尔啊侪天灾人祸，其实足侪拢是因为咱人心，咱的人心作歹，而带动了天灾人祸。所以咱也发现讲，哦，即马有够侪的慈善团体，吼，大家拢咧拍拼做一项代志，就是心灵净化，吼，互咱各位每一个人的心愈来愈清净，吼，每一个人的心会使莫有遮尔啊侪争端。咱人若莫争，吼，天下吼就会太平啊。啊，天下若平，吼，天地就风调雨顺，吼，这是拢绝对的。所以讲哦，咱了解了呢，就爱去做。所以其实是即段啦吼，上律天时下时水土，就是甲咱讲的，咱爱了解着规律，看着天地运作，爱了解着天地运作的规律了呢，更加爱了解讲，咱人嘛是有一个规律，啊，咱人的规律若找着了，咱才知影要安怎做。所以讲，知影规律，才知影如何去运作。咱若规律抓袂到的话，咱无法度运作。哦，无法度得心应手啦，吼、所以知行要合一啊！你知了，你就爱去做，好，知影了爱去做，啊，知道的要告诉不知道的，啊，这其实拢是咱的责任啊。好，其实咱定下感觉吼，即种的重点到遮啦。其实重点就是咧讲即4句啦，吼，但是后壁咧继续甲咱讲嘛。是咧分破吼，伊经过遮来个细分吼，伊要安上律天时下习水土啊吼，就一寡例子啊，讲吼，譬如啥？譬如天地之母不亲在，母不福德，吼，开始介绍天地，吼，天地母不亲在，母不福德啊，吼，亲在代表着地啊，啊，福德是天啊吼。那期在就是心在吼，承载的对，啊福德就是康啊吼，康着富裕啊吼，啊所以期在代表着地，福德代表着天，天啊吼，咱讲天是卦，啊地是辰啊吼，天是咱对我想一下吼，刚刚庄子说讲的吼。天是棺材盖哦，啊地是什么？棺材地。哦，天是像网搭。为木嘛，为木啦，啊地就像风啦。哦，咱真挺注意啦吼，地像眠床啦吼，啊天像网搭安尼啦。哦，安就贴切啦吼，地敢像眠床啦，啊咱这摆困啊，无网搭甲咱盖的吼，暗时困袂去的。吼，尤其是即马网有够济吼，迄困也无挂网搭吼，哦，风袂吵甲袂困去的吼，所以天吼，你甲咱保护掉的，啊，若无这地这眠床吼，迄眠床若歹困哦，咱困袂去呢。敢是迄咱人吼来困起来吼，迄眠床也爱紧，哦，无一个较好的眠床，哦歹困，啊无是安若有迄眠床，一顶眠床8啊万呢，有呢。我咧看眠床是拢共款，看拢共款，啊，而且画几千箍就有，啊，画就爱几万箍，啊，就是好困就歹困吼。哦，所以讲地就敢若眠床，哦，互咱会当舒适咧困，啊，天就敢若网搭，甲咱保护掉的。咱这其实讲到咱的吼，咱讲，天就哪？天就敢若乾道，乾道，咱讲乾道，咱常想天嘛。咱应该有来比如嘛吼，乾道像天啊，啊坤道像地啊，啊所以讲乾道。